จากหน่อยส่งแผงสี่เสริมปนทานมาเบิงแฟชั่นโซสุดเผาหยีจากหน่อยมันสิ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แล้วตอนนี้มีรายการท่านใดแลกำลังพักผ่อนก็เชิญมาเข้าสู่การไล่สดของส่งแผงมาเบิงแฟชั่นโซมาเบิงแฟชั่นโชว์ของส่งแพงกับนักท่องเที่ยวต่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หลายคนเนาะจากหน่อยสิจัด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พวกเรามาร่วมกันเบิงแฟชั่นโชว์เผาหยีเนาะสุดเผาหยี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พวกเราจะย่างเดินแบบให้ปนทานมาเบิงกำลังขึ้นจากน้อยส่งแผนพร้อมด้วยเซียวคนลาวผ้าคนเนาะพวกเขาจะย่างตื่นแบบให้ปนทานมาสมแฟชั่นโชว์สุดเผาหยีที่มีเอกลักษณ์พิเศษพวกเขาไป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วัฒนธรรม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ผาหยีอยู่กิ่งแขวงปกครองตนเองเผาหยีถูชุงน้ำกันเด้อ
我们所有人都在我们后面准备，都在后面准备。然后我们出场的时候是从这个板子后面走出来的。假如我是第一位，假如我是第一个模特啊，我走出来，然后我在中间亮一个相，亮完了之后往前走，跟着音乐往前走，走到我们中间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的观众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的机位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摆 pose。好，摆完 pose 之后，我是第一位，我往这边退场，第二位就往这边退场，第三位往这边，第四位往这边，然后我们退场。来，我们先走一次。好，大家先到后面准备，两边。来，我们去后面准备。一个一个，我们去后面准备。他们是觉得走2回了，但是不可能，那你加了这个，彩排都不可能。我们到后面准备，好，就我们先来后面准备。我来排一下这边，看一下，这边的话，来，你走第一个，你走一个，然后你第二个，前面是我们的时尚服装，然后完了之后是我们，来，你走第三个，哎，是我第一个会走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，然后你第4个。然后第5个，然后第5个，然后您第6个，在他后面，然后最后一个。来，我们来排一下这边的队形。这边你第一个，然后您第2个，你排在他的后面，对。然后您第3个，然后您第4个，然后中间再差一个女生。OK， 我看一下，然后你在这儿，然后你这儿，好，对，是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那边还有一个女生，你是那边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，那么我就走这边，我走这边的话。在这里。你的前一个人是往那边，你就往这边，你根据你的前一个人。来，浩哥，麻烦你放一下音乐。好，我们准备哈。先这边的上。好，我带你走，走，放着音乐吧，不要想。另一个点，好，走。然后那边的朋友注意，他走到中间定点，对齐这个点，好，然后面对这边的定点 pose。OK， 他 pose 完了之后，然后往这边走，第2个就走，第2个就走。然后往这边下场，对。
走一组，会有感觉。他们可以先每个人走一次，然后再配对走一次，最后所有人再走一次。哇，我觉得我们太会导演了。哦，对，我们不就是导演吗？对吧？哦，就是还有谁干？好，我係娘啦。然后当最后2个人走完的时候，来，你站在这边，然后那边Lisa姐姐，对，接着，然后你一个直接走，我说应该还没开始正式。第3个接着上，接着上，好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来，接着，后面，接着。一位，好，没刷的，然后这边接，然后这边接，然后这边接着，对，然后这边，现在只是 rehearsal，这边接，然后这边接，然后迎接。然后这边一个，一会儿我们要一个一个稍微接的拢一点，就是一个差一个，一个差一个，我们再把最后面的这个队形再走一遍，结尾的这个谢幕我们再走一遍。妈耶，太歪了！来，我们回到刚刚。没事，我后期的时候拧一下。让我赶紧改成 4K，对，赶紧改一下。为了后期。关键是，不然后期的时候会觉得丢人。走，来走，好走，接。但是这里没有光，他们脸都是对，一个接。好，这边接。来，这边接。交通成功的，啱啊，阿達，啱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走秀了啊！好，开始吧现。在是正式的，大家要带上表情动作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一遍正式的。然后摄像已经站那里，手已经僵了。这样没有挡你吗？没有，找一个更正的。我现在打到差不多45。谁该这个？羡慕有三脚架的人类。哎，人肉三脚架。我觉得你希好，望我们准备手要转。大家要拿出状态，这一次就是正式的了。膝盖也疼。
FX30好不好用？好不好用？FX30。说明是好用的。都是学习的。嗯。音乐响起了，再开始吧。我主要是刚刚觉得找那个位置就特别不想动了，就不想换是不是？对，就觉得那个位置挺好的，这他那个水平要调半天不然。希望我有一个同事能帮我拍侧机位，但是没有。哎，他们那个，他们的摄像有没有布侧机位啊？那有一个。有一个。对，要跟他们要素材。我们也是得有一个。我找不回我刚才那个不歪的样子。是吧？我就是觉得不敢动，就是回不来，找不到去，找不出去了。你要一直举着吗？我在找那个位置，然后找一个。然后呢？举着。我拍全程，你拍那什么吧。你要拍什么你就拍什么，行吗？好吗？哎，你有架子吗？你给我再立一个。有啊，来得及架吗？但你没有手机的对吧？就这样。
你再回去舞台上，因为集体往前走2步，对然后这样到前面定个型，排一排就走回去，在就走回去，在那里等好，对，然后后排成一排那样好。参加歌最好，就另外一个唱。我也抽了。这边制服。ไลฟ์สดถึงเราค่ะถึงเราค่ะสบายดีพูดใหม่พูดภาษาไทยสิชื่ออะไรคะ
可以给我来开，对，泡吧，你可以拍。对，到中间。这是那个你是那个直接。说啥子？